平安。献上阮感谢的祭，我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敬诚来祈祷。只是原来我靠你，主啊，我在当有你，了阮行的道路。我在他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也要求求你的名。
同事来献上咱的祈祷。咱求圣神光照咱，为着咱家己的罪，会当伫上帝面前来认罪、来祈祷。求主耶稣会保护洁净咱所有的罪，互咱成做一个圣洁的人，互咱甲上帝建立有好的关系。求啊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更加来亲近上帝，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咱为着咱家己的罪，咱为着咱家己，咱甲上帝更较好的关系来献上咱的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亲爱的弟兄，我感谢你，感谢你的听当家恩典，因为你是我靠的每个家力量。主啊，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哈利路亚！主啊，我求你帮助我更加来亲近你，互我能心心认罪来悔改，天父上帝，我知我是有限的，我是软正的，主啊，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时常犯罪了，得罪了你，主啊，我离开你的道路，主啊，我是不是我的罪？无论伫我的心思，伫我的语，所行所犯的过失，求你来赦免我。主啊，求你用你的保护洗净我拢总的罪，来洁净我的心。哈利路亚！主啊，我要重新得到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光照我，互我知我家己的不足。主啊，我求你赐我一个悔改勇气的开展。主啊，求你帮助我，会当每一日来亲近你。主啊，我爱用祈祷，用读圣经来靠无你的话。主啊，我一个较无的心，主啊，我当伫你的话语当中，我互我记着开咱。主啊，你的灵伫我的心中来运行带领我，伫我的生命当中，主你是真理的道路，愿主你的灵常常伫我的心内，你带我行伫真理的道路，来互上帝你来所欢喜。这是咱为着教会的事工福音甲宣教。来献上祈祷，也为着咱教会54年，咱有一个的事工，咱来到伫上帝面前，咱献上咱的恳求，互这个事工成做咱每一个会友灵命搁较有上帝的开力伫咱的心上，互咱的教会行伫上帝引带咱的道路顶面，咱做为着咱教会，为着咱54年来献上祈祷。感谢我先感谢你，感谢你一年来拢是带领我教会。主啊，今仔日我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为着阮教会的事工宣教使命来献上祈祷。主啊，你互着我成做这个世上会更加严。主啊，求你兴起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念着阮对宣教福音的热情，勇敢的活出基督的款式。哈利路亚！主啊，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宣教福音的情景，主啊，愿你的灵充满伫阮的福音教会，无论伫事工，无论伫服侍、福音宣教，拢要下注你的心意。主啊，特别阮为着阮教会54年，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甲贺乐。主啊，54年的恩典，也是属于阮上帝新的起点。主啊，我要展望阮的未来，求你含主了合一的灵伫阮的教会，互阮的福音的事工。来更加回应，主啊，伫阮的宣教的使命当中，主啊，我们用你的标杆，向主你的面头前来行，主啊，愿福建教会成全这个世代的祝福，祝福这个社区，祝福伫阮每一个会友、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主啊，54年若是起从，是要更加，互阮的教会伫主你的心意，用主你的标杆来走。主啊，福建教会要伫你的带领当中进入更加丰盛的喜年。主啊，我要对你的圣所，主啊，我要搁并举手来恳求。愿我记得那。
咱为着咱教会提摩太牧区，咱的主日学，咱的主日学要伫7月16，伫要来即个排7月16加19，要来举办夏令营。咱求上帝，互这个营会充满上帝的恩典，互这个营会会当进行，拢伫上帝带领当中。咱为着咱教会青少年，你的细囝，也是伫提摩太，也是伫主日学，咱拢为着伊来祈祷。互咱做伙为着青少年要办的夏令营来祈祷，咱做伙开声为着这个事来祈祷。爱读圣经，爱做礼拜，坚固因的信心，互伊勇敢来为主你做好美好的见证。另外，我台湾特别将因要来夏令营，佮交代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保守规个活动会当平安顺利。祝阮每一个老师同工有对你遐来的智慧、疼心甲体力。也保守每一个细囝伫活动当中，拢有平安，拢有喜乐，会当拍开因的心来认捌上帝，因为你的听，我这个福音正伫因的心内。主爱天父上帝，我为着这个细囝因暑假的生活来祈祷，求上帝你保守因伫暑假的假期，伫每一项的活动当中。拢有美好的成长，离开危险甲试探，会当出入拢得到上帝你的平安。这时阵，咱为着咱今日来聚会来献上祈祷，咱为着咱学牧师的讲道来献上祈祷，咱为着咱今日的服侍者，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升起咱的心，会当谦卑，做伙伫遮领受上帝的教导。咱做为了今日的聚会，所来献上祈祷，听天父上帝，这是阮当心来到你的时阮宝座前，主啊，希望即个风台阮知，拢是你听的怜悯，互阮无受到真大的影响，互阮搁一遍会当组织伫主你的圣殿，伫遮来敬拜上帝你。主啊，但阮今日要将阮今日的敬拜完完全全拢交代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净阮的心。主啊，阮要用敬畏甲喜乐的心，同心伫遮敬拜上帝。求但阮要将牧师今日要所传讲的信息，搁一遍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求上帝你亲自来引带，除了你对你下来的真理甲能力，互牧师所传讲的话语。充满冠冕甲真理，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听这阮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祝福。主啊，求你来保守阮今日所有参与的服侍的兄弟姊妹。主啊，无论阮伫什么所在服侍，我拢求你赐了下面的灵伫阮的当中，互阮每一项服侍拢出于你，对你的听，拢是要来荣耀你上帝你的名。因为上帝。求你拍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互阮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通听你的话语，互阮的心深深，互你的话会当深深在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结出美好的果子。主啊，当阮叫一遍将阮今日的敬拜完完全全交在伫主你的面前，愿上帝。带领阮同心伫遮敬拜，同心领受，同心要得到主你的恩典。感谢上帝听阮的祈祷，愿今日礼拜充满你的同在。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
邀请汉弟姊妹对咱的座位来做起立，我要对圣所举手来恳求。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后来的你面前，真多你满意的罪，愿我记得那后来的你面前，真多你满意的罪。这是咱做用这条诗歌，耶稣掌权，哈利路亚。
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你给的圣灵。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你给的圣灵。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是万王的王。圣有歌，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是话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哈利路亚。这时阵，咱做来吟圣诗230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慈悲疼人的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阮通到主你面前，伫主你的圣日来到你的殿里来敬拜、来学乐、来恳求，也来看见上帝你的荣耀，领受你至大无限的恩典甲赐福。主啊，你是大自然的主，是掌权的主，我们感谢你，伫这个风台这个大消息的中间。阮大家拢有得到平安，也无拄到恶担当的事，阮甲你献上感谢，也互阮搁谦卑，知影这大自然是主你所掌管，阮爱伫你的内面领受到你的保护甲平安。爸上帝，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伫遮自入敬拜，是因为阮知，阮若离开你，阮就袂通做啥物。阮若有主的看顾甲扶持，阮的生命，阮的思想，阮所有一切。才通对上帝领受至权的智慧甲规律。爸上帝，感谢你，愿阮今日敬拜归荣光伫你，愿正兄弟姊妹，大家人同心自执。主啊，阮来看见侪兄弟姊妹同心齐声学乐，总是主你也爱阮。伫侪人同心自执的中间，阮个人甲上帝你的关系，阮亲近主，阮呼求主，阮静心听主你的话。是阮个人家己会领受，爸上帝，无论是
团体、整体的敬拜，也是阮个人甲主的关系，求你亲自来掌管这个礼拜，拢归你荣光你主，圣神伫阮中间。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阮同心来祈祷讲：阮伫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第二真日的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子，就叫阮脱离迄歹。伊的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做伙来读启应文第54篇，我来刻，请会众来应。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晓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灵敏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和努力，因为你的恩典到夜反应，你的信息直到万代，你的慈爱续到永远。今早起，阮众人聚集伫你的圣殿敬拜你，阮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将一切荣耀尊贵拢归予你。主啊，昨日风台百花经过台湾，带来大风大雨。互侪侪县市受到影响，总是阮感谢你的保守，求你有缘施恩怜悯，帮助受到影响的百姓，互因通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求你保守风台了后，袂阁有灾害，想使百姓平安，互众人拢经历你的恩典甲看顾。主啊，阮为着教会7月16到19要举办的儿童夏令营，现像祈祷，求你亲自带领每一项筹备的事工，赐落智慧，互牧者、老师甲所有的同工，互因同心合意来服侍你。求你保守每一位参加夏令营的囡仔、少年人，出入平安，身体健康，拍开因的心门，会当明白福音，认捌耶稣。伫即几天建立美好的信仰根基，嘛也福音的种子伫因的心内。相信有一天会发芽结实，成做大丛。主啊，阮嘛将8月7号到9号4场的培灵会完全交托主，求你赐福予刘子俊牧师，予伊有对你来的信息。透过刘子俊牧师，予参与的人拢受到圣神的感动，嘛予每一位来到教会的兄弟有较无你的心，通过你的话语得到更新。医治甲造就，互教会搁较兴旺。主啊，阮特别为着8月9号下晡的感恩礼拜，甲暗时的感恩餐会现场祈祷，感谢你一路引带富阳教会，赏赐恩典直到现在。求你亲自保守迄日所有聚会的程序、招待、交通甲餐会的安排，拢顺利平安。也求你感动众人同心欢喜来参与，彼此团契，互相鼓励，共同所算你丰盛的恩典，愿将一切荣耀拢归伫主。主耶稣，求你看顾每一位兄弟，身体软弱的，求你医治；心灵野善的，求你安慰。互阮每一日拢活伫你的恩典内面，愿今仔日的敬拜得到你的欢喜接纳。愿你的圣神自由运行伫阮聚会中间，互阮听道、领受、遵守你的诫命，活出基督的性命。愿安尼祈祷、恳求、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
上帝的话，三个要来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4节，甲第14节到18节。着谨慎，毋通为着互人看，才故意伫人的面前展恁的敬虔，安尼做袂当对恁的天父得着报赏。所以你进济的时，毋通先分喇叭报人知，亲像假好的人伫会堂甲街路安尼做，爱互人学老。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着因的报赏啦。你进济的时，毋通互你的倒手知正手的所做，互你通点点仔进济，点点仔咧看的你的爸会甲你报赏。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过失。恁进食的时，毋通亲像假好的人忧头甲面，因为因故意互因歹看，爱互人看出因伫进食。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着报赏啦。你进食的时，头毛着抹油，面着洗，互人看袂出你伫进食。只有互点点仔咧看的爸看见，安尼点点仔咧看的你的爸会甲你报赏。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趁伊话语的人。煞接请女士班献诗煞请夏牧师讲道。今早起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基督徒的信仰行为。什么
利亚，感谢主。多谢女士班带咱唱首真优美的诗歌，愿一切荣耀拢归于咱天顶的上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吼，虽然有风台的消息，咱台南地区吼，敢若昨小可一点雨一点风若定，会当大家真平安。颠倒是顶一摆吼，无风台警报，但落大雨落甲，煞颠倒损害足大。所以大自然的变化超过咱家己会当理解吼。所以咱求主怜悯，毋是人的才调有法度人控制，是咱伫主的厅内面享受到伊的同在的平安。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咱大家先来去祈祷。主，阮上帝，阮感谢你，以你的话诚做阮生命的根基，也诚做美良。所以，阮爱常常隐秘，常常去读，常常去实践，通明白主你的话其中的奥妙甲快乐。愿你互阮逐个人拢亲自对圣神领受到属灵的感动。伫你面前，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因为姊妹，咱大家做伙有份三甲分享伫登山宝训内面真侪属灵的教示吼。今仔日咱所要读的经文已经进来到伫马太福音的第6章开始吼。原来伊规段的经文是第1节到18节啦。但是我中有较省略起来，毋是讲无重要，是真重要。毋过咱兄弟真熟，就是中这段就是咱拄则祈祷文吼，主的祈祷文的内容。主的祈祷文实在是足丰富啦吼，用足侪时间来演秘研究，拢还佫无够。所以咱最后是要来理解讲耶稣是安怎要教咱安怎做。伫第1节到18节中间，大致上是分3个段落啦吼。第一个段落是敬虔要安怎表达，你真正送向人有甚物款的态度？第二是基督徒的祈祷到底是用甚物态度甲上帝的亲近讲话？最后一段是禁食甲咱生活信仰的关系安尼吼。所以咱通对登山宝训对第5章开始所带来的学习啦吼，咱若小可一个回想，咱看见即个马太福音的即个经文内底吼，有真多的教导，咱进前所领受的，咱亲像八福，过来是针对咱基督徒的迄个德行，就是讲咱的品行。是咱家己道德上的教示啦，像耶稣咱伫即个第5章吼，有关即个八福了后，耶稣讲叫咱都爱诚做盐，诚做光吼。伊来是要成全律法，毋是要来废无律法。然后有咧讲到咱世间人定拄着的迄个冤仇、杀人、奸淫、咒抓。听对的，这个教示，拢是伫第5章的内底，主要是咧讲到咱基督徒安怎伫德行的顶面，甲一般社会人，咱有啥物无共款？伊的要求搁较悬。到对第6章开始，吼，伊开始针对咱的外在宗教行为啊，就是讲伫咱信仰方面，伫咱宗教方面的行做。到底用什么款的态度，才通下伫上帝的心意吼？下伫上帝的心意。所以伫第1段第1节到第4节的经节中间，伊是敬虔的行为甲写示有一个足重要的提醒。咱若经节搁小可做一个复习，讲着谨慎，毋通为着要互人看，才故意伫人的面前展现恁的敬虔。安尼意思是讲，一个敬虔的人，无需要伫人的面头前。用表演的，互人看见，互众人吼来看讲这个人真敬虔安尼。伊讲安尼做，袂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偿。意思是，咱若伫人的面前得到懊恼，讲上帝讲你懊恼得到吼，你得到迄次要的，上重要你都毋免啊。你爱是要爱上帝，爱亲近上帝，爱互上帝来甲你接纳较重要。毋是伫人的面头前吼，这是
当时啦，当然咱现在迄个敬虔的行为，伫现在咱台湾的社会，有时是颠倒变啦。颠倒变意思讲，足侪人毋敢互人知影讲我是基督徒咧。哎哟，讲咧到地人讲，哎哟，即个食教的啦，落教的啦，米粉教的啦，惊人讲。咱颠倒台湾人是较有这方面的顾虑啦，但是伫当时耶稣的时代，迄法利赛人遐个宗教人士呢，拢足爱，算讲像咧表演安尼，互人感觉讲即个人安尼敬虔啊，真敬虔，真好安尼。但是主耶稣爱咱咧做的意思，就是讲，你的敬虔是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无需要伫人的面前来表达出来。伊讲到敬虔，毋通互人伫外口安尼四过来点，随接落去讲真济啦，真济嘛类似。伊讲恁真济是毋通先分喇叭报人知，讲来哦，大善人来啊，这有足侪好物要互人无啦。伊讲这是亲像假好的人，哇！你有物件要互人讲，你四过人报扬四过分喇叭讲这是假好呢。讲假好人伫会堂甲路年拢安尼做，爱人学路。哇！咱人即款需要人拍扑啊啦现代讲需要人按赞的迄是咱人的心性。咱若互人学路到地，感觉讲人规身躯拢锁起啊。若互人念一句规暝拢袂困一安尼。伊讲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因的报赏啊。同款意思。伫敬虔的行为伫遮真济时阵嘛是安尼。你若真济得到人学乐，人甲你肯定安尼就到遐你的成绩就到遮尔啦。耶稣最后讲即句话，咱基督徒足侪人拢了解。伊讲你真济是毋通互你的正手知影倒手所做，互你通点点真济，点点伫看你的爸会甲你报赏。这是基督徒最高的一个境界就对啦这个境界安尼。在这经节，咱是学说能详啦咱是要进一步来了解讲耶稣是要安怎会安尼甲咱讲。拄则咱讲耶稣进前是针对品格、品德、个人的修养伫遐来教导。但是今仔日伫遮讲的有几项写示，互遐需要的人。祈祷甲禁食，就意思讲对道德上的正确性，咱拄要讲怨恨互人献喙配道病煞互献但是个人的修为，进入到宗教性的修为，耶稣伫这段所讲的到宗教性的正确安尼。主耶稣伊有甲咱境界呢，讲毋通伫别人面前。行出敬虔的行为，雕工要互人看见，这是耶稣互咱提醒。咱若小可想到咱顶厝的五章的所在就记载耶稣也毋是讲恁着爱把光照伫人的面头前对毋对？你意思爱互人看见，是咱遮讲叫人毋通互人看见。有时咱会小可有一点安尼矛盾一寡矛盾。伊讲灯无点伫斗下是放伫灯台顶所以你着光伫照伫人的头前互因通看见你的好行做，通荣耀归予主你即两个到底有啥物款无共款？耶稣咧教是毋是两项无一致咧？是咱会有即款的交疑就对啦。主耶稣要互咱的教示拄伫即段话内底有真深的意思。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咱耶稣咧处理无共款的罪啦。有时真正都爱伫人的面头前展现出来，你先都毋做。比如讲主持公义、指责歹，咱若无胆，咱就毋敢讲对毋对？你若有胆讲出来，你可能会互人甲你点样做记号你又互人无欢喜你这个光感觉敢搁少。耶稣是咧讲即部分。会记咱真侪长老教会较资深的兄弟，伫30-40年前台湾伫民主也未足普遍的时阵哇，真侪兄弟行街路是足像咧食凊饭安尼就对啦。
迄阵吼，你小可表达你的迄个对民主的看法是会，互人点油做记号，是会甚至掠去关的哦吼。咱真侪早前的牧师啊，因为关心民主运动，关心国家的前途，真侪拢互人关监咧。耶稣讲的是这，你主持公道，你表达出主的公义的部分哦，你要敢勇敢讲出来，好大讲出来，去叫做光照伫人的头前安尼。所以有时咱颠倒好小胆惊吓所以恁光爱照伫人的头前。但是呢，颠倒是吼，你咧展现你的骄傲的部分，你都唔通互人看见。勇敢、主持公义的爱光照伫头前。你要疼人，要敬畏上帝，你爱暗藏起来，唔通互人知。这是耶稣伊两个对比就对啦吼。即款的对比，互咱通看见讲，咱甲宗教敬虔的行为藏起来，你才袂自夸。所以甲拄则光照伫人的面头前，是一体两面就对啦吼。因为咱知影讲，伫用敬虔也是写示，互人知影，可能有3种的理由啦。第一种理由是讲，咱为着要得到别人的呵恼。第二种是讲家己心安尼足满意的，足满意家己自洋洋自得就对啦。第三是讲，也要得到上帝的褒赏上帝的欢喜。但兄弟姊妹，有时咱耶稣提醒讲，唔通亲像遐假好的人，特别咧讲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因若要去诊治的时阵咧分喇叭，试过讲，试过互人知影。所以耶稣用即讲假好的人，也是中文讲假冒伪善，来形容即款的表演。讲基督徒是对这无赞成的。咱在台湾有一种应该是讲一种社会风俗啦咱若较早还袂信主以前，可能有咧行庙啦、庙寺迄庙寺拢有迄龙跳啦、什么彩绘边仔拢会什么，迄个主题什么是人敬献有无？迄个名你若无甲囥落安尼是袂使的咧，因为迄是我表示我对做功德我要甲即个神明来敬献啦。金牌啦，啥货拢什么地主安尼上献，这是咱台湾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咱基督徒，台湾的基督徒，佫较清楚知影讲，耶稣叫咱安尼做对咱的风俗，对咱的生活上是真大的一个无共款的架势啦。咱嘛知影讲早前台湾的遐官府足爱提名提字什么桥就佫一个名伫遐倒一条路是上做的安尼，迄是一个社会公益公德的一个的记号就对啦。有时教会嘛加减会受影响呢，所以咱有时行教会咧提醒讲你奉献唔免一定爱记名伫内底啦，上帝报赏就好安尼。所以这也是咱基督徒一个特殊自我暗藏。因为知影上大的报赏是对上帝，人的呵恼是暂时的啦，定。也因为安尼咱知影讲，有真侪人互人呵恼是因为毋是因为伊做足侪好事，是因为讲伊为善不欲人知啦，讲为善不欲人知，所以耶稣就甲咱建议另外一种方式，你讲施舍是温捌的施舍。伊讲温捌的施舍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献家己，袂记家己，毋是家己安尼沾沾自喜伊讲即款的疼，也是透过上帝的疼来展现的。你得到的喜乐是对心内的，毋是要想着对别人的奖赏。这对咱台湾的社会即款的作为是，嘛是一个修炼就对啦。耶稣讲你做的正手毋通互倒手知影。我正手甲倒手毋是念伫身躯咱毋知影。意思讲，甚至袂记你家己的意思。所以嘛有真侪人就讲，我去进这啥货
足往忙得到对方来甲我说多谢，假如无说多谢，可能无收到的款。有诶是讲，哎呀，捐出偌济钱哦，一直念，一直念伫心内啦。讲遐钱毋敢出去安尼，这拢毋是一个写实的。包括咱做奉献嘛，也是安尼，奉献出去，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有这个开力，上帝要应允，上帝要祝福。所以兄弟姊妹，这款的快乐是真正对心底来的，因为你甲上帝一个秘密的关系。迄个秘密关系是颠倒喜乐的泉源安尼。最近有一个新闻啦吼，毋知咱听这可能加减知影。最近有一个台湾的企业家叫做尹衍良，真大的企业家，较早吼咱台湾真侪的企业吼，拢是伊经营的，是真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就对啦吼。70几岁就过身啦吼，过身嘛足低调哦，无啥物偌大的，大家人迄个四界宣传。但是伊发生这个代志发生了吼，有真侪人写文章，你若伫脸书拢有看到，伊写讲这个尹衍良先生吼，对阮有啥物帮助啦？其中我印象真深的是，这个代志发生了吼，咱伫台北淡水教会啦，淡水教会，因的脸书就写一篇短短的感念文。伊讲，因已经古籍的教会吼，这是尹衍良先生吼，这间是淡水教会，也是北部历史上久的礼拜堂拢古籍伊讲因吼，伫因的古籍的庄礼拜堂的边有一间古早的叫做马街的这个纪念馆就对啦，已经旧拢咧放足危险但是古早的巷路，佫有行咧要驶迄个怪手啦要驶迄个人个控斯洛布的车拢袂当入去啦，大家拢足头疼，讲你正要安怎？我会记几年前咱教会传道有无施亚如传道，伊项目就伫遮啦，咱有即侪兄弟去嘛翕相翕足侪张，我有行去后壁讲有一间，就是这间厝，这间楼咧起哎哟，伫即个古迹的边竟然我拢起一间遮水的楼，佫是有弧形的原来伊咧纪念讲这尹衍良先生，因为这尹衍良先生伊是一个建筑出身的啦，伊发明足侪发明足侪建筑的迄个专利比如咱即马有足侪大楼的预铸工法有无？伫迄个工厂先做好甲贴起来变一间厝，迄是伊发明的有申请专利的伊安尼点听到淡水教会有即款的困难，迄施工的技术钱有钱嘛袂晓做，伊点叫伊的工班来帮忙完成一间。伊讲逐摆去做礼拜，拢坐伫礼拜堂的后壁面点等礼拜煞。叫伊的下骹的工作人员来研究，讲这间纪念馆要完成伫几年前就起了真水佫伊起的迄个设计甲这间古迹的这个淡水教会安尼是足卡合的就对啦因写文章写咧感谢这位尹衍良先生伊最后迄个文章内底就是用到即句话啦，用到即句话，讲叫恁伫咧施舍的行为，伫暗中你的爸暗中要看，要报答你。伊讲即个尹衍良先生是一个基督徒，暗中来甲完成即间厝，应该是大部分拢伊献的就对啦。所以咱有看起讲，有时伫在生是无人知，后壁人讲感谢伊。搁另外一个，咱台湾出名的一个医生叫陈永兴医师伊也捌做过即个立法委员啦。伊嘛写一篇文章讲，伫因陈永兴医师最后伊退休前伊是伫迄个
宜兰的圣母病院宜兰一间圣母病院，伫个所在咧做院长，伊嘛提出讲，哇，阮即马是宜兰家属需要安养中心啦，爱帮忙足侪艰苦人老人安尼，伊讲嘛得到这尹良良先生的帮赞安尼，拢点点，伊要求伊的下骹手袂使讲出去，就点点来做，所以因咧讲的意思讲，即个企业家，伊真正有甲耶稣的教示行出来，所以咱若知影讲，耶稣叫咱讲暗中，是因为咱知影上帝祝福是上水上好的，所以咱基督徒的施舍，毋是要伫别人的面前有掌声，咱行出来是咱看见一句真重要的话，是为着是为伫上帝面前行，毋是伫人的面头前。伊知影咱的内心发现讲，这个奖励是。亲像《使徒行传》所讲的，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咱基督徒真侪拢有即款的体验啦。我嘛知影讲，咱有真侪会友讲牧师也是讲甲咱的财务部讲，我奉献写一个代号就好，安尼一个代号就好，毋通写我的名。这嘛是一个真特殊，就是讲伊感觉讲，伊这是伊甲上帝的关系，毋免伫人的面头前知影我偌济。但是咱因为现在财务啦。就是咱政府的法令你无写名佫袂使，因为你都要登录征信啦，所以周报爱报出来而且到年底国税局若要查讲，你某某人哪有现即条钱伫倒，你爱周报讲有所以这个咱有奉献的名单，迄是为着要互政府伫遐有一个监督的原因就对啦嘛是因为这税务问题，总是咱知影讲，耶稣爱咱做的是施比写佫较有福气安尼，这是基督徒的信仰行为，因为你安尼做完全是针对上帝。第二段是咱经节无读到啦，但是我要简单来甲咱三个分享，就是基督徒的祈祷基督徒的祈祷呢，伊大圣有先甲咱讲出迄个祈祷的行为。伊讲，恁祈祷的时，毋通亲像假好的人，因为因爱互人看，故意徛伫会堂，是路口祈祷。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报赏啦恁祈祷的时，就入去房间内关门，对你点点咧看的白球，你点点咧看的恁的爸会甲你赏赐安尼。过来讲，恁祈祷的时，毋通亲像外邦人讲了佫讲，因为因想讲较侪话，上帝才会听见。毋通甲因相款，因为也未求以前，上帝恁的爸已经知影。这经典嘛，真熟真熟。真熟的中间，咱有几个了解啦头一个就是讲，第一，毋免死过去，互人知影你咧大声祈祷这嘛是甲当时犹太人有关系啦。因为犹太人因咧求上帝讲唱迄种感觉，像咧表演安尼就对啦这嘛甲咱拄则咧讲的讲，迄个信仰行为甲咱台湾人的风俗嘛有点无相像，有时咱伫台湾这个所在，咱伫教会内底讲，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开声祈祷大家无啥教，意思讲都莫讲伫外口表演啦，都叫你开声，你都无爱这是变做咱无共款的经验就对啦。但是咱对这两段经文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讲咱无故意展现你外口祈祷。但是咱有时教会有需要公众的祈祷，当牧师讲，咱大家做来公祷，做开声，你就勇敢来甲伊祈祷，因为这是一个同心合意的表现。但是耶稣讲，你若是有特别的需要要祈祷，你伫密房内底祈祷就会使。我深深的体会，我对细汉经历咱伫长老教会以前是咱长老教会会友你要叫伊祈祷咱讲一句较粗的话，讲亲像要甲挂吧的迄逐项叫我做袂要紧，你叫我祈祷至少袂得啦。较早嘛有捌发生讲，一个牧师当去一间新教会就任啦，伊就足自然的讲，某咪执事，请你带咱做结束祈祷。迄执事规身躯凊汗。礼拜煞甲牧师讲，牧师阮请你来祈祷你爱包含在内你叫我做同一个袂使叫我祈祷啦。这定拄着台湾人
自从卡拉 OK 出迄个发明了后吼，大家足敢唱歌，较早要叫你唱，你拢毋敢唱。啊，一个卡拉 OK 声唱咧吼，迄支喇叭吼，迄支麦克风举毋放啊！人的心情足奇怪。但是我咧讲着祈祷，咱分两个方面，一个物房甲主的关系祈祷，甚至是安尼对主来哀叫，啼哭流目屎祈祷，这是招正人，因为祈祷唤起正人的同心合意，这嘛是重要的祈祷。我感谢主讲，咱富强教会吼，伫这方面进步足多呢。你若有来参加拜五的即个恩典祈祷会啊，当咱的即个主持人讲，大家做开声来祈祷规个礼拜堂是喊发起来，就是大家同心合意的祈祷。我真盼望咱兄弟姊妹有这两方面的表达。当你同心合意祈祷的时，你勇敢敢开声祈祷，因为迄真像大家咧讲鼓，咧甲你鼓励，我行来向前迈进，向前迈进。所以你毋免听别人祈祷啥，你家己祈祷就对。但是别人的声，亲像咧甲你学乐，甲你拍扑啊，讲加油加油，安尼种意思。但是当你伫家己的目房的时阵，你是安静对主来求讨，这是咱祈祷的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啦吼。耶稣用这个来甲咱提醒。但是咱颠倒是安怎呢？咱基督徒有一个醒思啦吼，就是讲耶稣咧描述这个假冒伪善的人，因为敬虔行为的后壁面是藏着骄傲，因真正要得到掌声，因嘛得到安尼，因为耶稣讲，因已经得到因所要爱。当你是要得到世俗的娱乐呢，还是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咧？所以咱有时定有做一款提醒啦。基督徒的信仰行为，你有对到这几项无？第一，咱是去教会吼，毋是为着要敬拜上帝啦，是为着要得到好名声。人讲哇，你足骨力礼拜吼，拢有看到你，逐场拢看到你啊，真好真好。是学了你这个行为，还是讲你来到上帝面前，真正专心一致，一意要敬拜上帝。你个人的灵修，你家己有灵修煞变说讲，你伫人的面头前有种虚浮的观念，讲我灵修用偌久的时间我祈祷偌久的时间要乒乓，安尼嘛毋对。所以呢，耶稣互咱的指导意思讲，甲恶乐献互上帝，甲你甲真正颂扬人无妨灾共意思啦。你恶乐上帝有领受到，有听到较要紧有得到较要紧安尼。所以耶稣教咱这种祈祷方式，就是讲爱入室内，甲门关着。咱甲门关咧，是为着讲，无互外人来分心啦。咱的这个大纲的这空格伊用的顺全无去啦就是讲，互人甲你影响着，互你分心甲干扰，你嘛无要互人看。单单家己甲上帝来独处这个假嘛无画着咱能真清楚，咱有参加这个中部大道的人就知影，咱的祈祷室设备了好势，2扇门咱即马即间咱的这个微观咖啡都有2扇门啊。第一站是入去的一个走廊，佮入去第二个门。然后呢，咱若祈祷室的，咱的司巴老师拢甲指导讲，你若入去祈祷迄个牌较翘起来，讲祈祷中你什么意思？是讲拢无互交叉，安静伫内底祈祷，因为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毋免互人看。所以兄弟姊妹，咱大家做伙有份参与伫即个祈祷是真重要的事呢。所以耶稣佫另外一段啦，你讲的是讲，咱祈祷毋通斗停斗停像人讲念珠歌安尼念珠歌咱听有意思讲念也无啥物意思就念过安尼，像重复复，一直重复安尼。因为耶稣甲咱提醒一个重要的事，讲咱的天父毋是耳孔动啦毋是毋知影代志啦，就咧一直讲，一直叮咛伊才听会着啦
伊无需要咱提供资讯，伊爱甲咱帮衬，那毋免，咱互咱绞尽脑汁要甲上帝说服，讲甲上帝苦劝哦，上帝拜托的拜托，我即个代志吼，你都爱帮忙哦，若无帮忙安怎，讲啊吼，上帝拢已经知，是看见你有即款的需要，即个需要确实下伫你无安尼，啊，所以伊是咱的爸，伊是听咱每一个是伊的细囝，知影咱一切的需要，兄弟姊妹。咱豆丁，有时是咱是咧表达讲咱心慌意乱，咱无真正讲对咱的代志有真笃定，讲主啊，阮确实拄着什物代志。啊，当咱心慌意乱的时候，你念过搁念，念过搁念，无专心，这毋是上帝要爱，是讲你就是伫目房的中间，甲将一切需要讲互上帝听。啊，这是伊对咱祈祷的态度啦。啊，后壁段才讲到祈祷文吼，啊，因为祈祷文咱定来咧背，定咧念，毋过咱今仔日读的是现代台语啦吼。台语的中间祈祷文的意思，咱小可对照一下。伊讲，所以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尊重吼。啊，搁来，愿你施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吼。后壁这字三无对吼。意思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成，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像伫天里。吼，咱迄个句话台语足简单啦，啊，伊这意思讲较济吼。啊，十一讲，求你今仔日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落伫袂当当袂起的试探，叫阮脱离迄个邪恶的吼。啊，最后伊才讲。你若14节吼，讲你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你若无赦免人，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安尼吼。哎，你即位当这主祷文的内容，我讲真丰富啦。事实咱伫 RPG 的祈祷，咱讲个别的复兴小组祈祷，拢是照祈祷文的听书。第一是阿拉上帝尊重上帝，就是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成这段。吼，第二为着国度祈祷，吼，为着国度祈祷，啊，为着咱社会一切的公义平安祈祷，最后为着家己的欠缺祈祷，就是这三段吼，甲这主祷文拢共款的这节奏就对。啊，那耶稣甲咱讲，基督徒祈祷就是照优先次序啦，毋是家己的名、国度、甲旨意是上帝的，所以咱诚心讲出诚意讲出这祈祷，是对我。对你甲我表白基督信仰的这个检讨，安尼就对啦吼。啊，这是一种真重要的教示吼。啊，这个表格内底，这个诚意的祈祷，这个字煞无去吼。啊，大家会当甲伊补落去安尼。啊，意思是讲，咱伫咧祈祷上帝吼，是先尊重做大前，然后国度做中央，然后我的需要做结束。啊，咱兄弟姊妹，基督徒咱咧祈祷讲求主伫日用的饮食顶面的需要。伊咧讲即个是讲，阮所欠用的，阮的日食，今仔日赐互阮。迄个祈祷有一个足重要的态度，就是讲，毋是要求哇世间的物拢互我哦，伊是讲耶稣重视的是讲你生活上欠缺的，你的必需品，毋是奢侈品。啊，有迄加济吼。根本用袂了，啊！你嘛要讨，啊！就毋是下伫主耶稣爱咱祈祷的意思。吼，讲有诶物件吼，坐到安尼，拢臭酸去啊！啊，你嘛是搁咧扛，啊！这共款意思，耶稣是爱咱，对主领受的迄个必要的需要的用品，啊无欠缺。啊，这是耶稣对咱祈祷的一个重要。最后一个段落是讲，下面一个主题是。咱的迄个中文讲免我们的债，啊免我们债的意思吼，耶稣安尼讲，咱免别人的债的意思，就是讲，毋是照着饶赦别人来趁家己的饶赦，伊是讲我饶赦别人，啊上帝才要饶赦我，伊是讲咱因为一个蒙上帝饶赦的人，啊我
就感觉心真平安，我要愿意饶赦遐得罪咱的人。吼，毋是讲要甲主讨像咧换功德的意思吼。所以耶稣最后的主祷文内底有讲一个，互阮无你的刺啦，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吼。即段话嘛是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学习，就是讲，咱甲主求，互咱毋通拄着会甲咱安尼毁灭去的试探，因为咱有真侪试探吼，咱会堪得短长哦，但是有诶试探根本超过咱有法度人伫遐来抵得的，咱求主互咱闪开。咱常常有真侪兄弟爱祈祷一句话，讲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无拄着恶担当的事吼。这咱台语啦，台语较早我从囡仔时代就拢听四大人咧祈祷安尼，互阮无拄着恶担当的意思，讲这代志我气力当袂起吼。你若互我嘛真正无法哩啊。主啊，毋通互我拄着恶担当的事，这嘛是真好的一个祈祷吼。然后佫一个祈祷讲，但是我若拄着陷阱、陷坑，伫社会试探中间，求主甲我救出来。吼，毋通我家一个无法的，无受就对啦。这是上帝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吼。所以兄弟姊妹，咱若要讲天父对咱的照顾，天父对咱的保护，就是咱日常的饮食。圣囝为着咱来死，甲赎罪，互咱饶赦；圣神甲咱同在，内住，互咱有气力来赢过攻击。用三位一体的上帝来看见这段祈祷内面重要的价值啦。意思是讲，天父创造，赏赐你日常的欠缺；圣囝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定十字架赎罪，来互咱得到赦免。然后圣神伫你中间，带伫你内面，互咱有迄个气力来面对这个攻击安尼。兄弟姊妹，最后咱要讲的是讲，基督徒甲禁者啦吼，基督徒甲禁者。咱读经文吼，有讲到讲，恁禁者的是毋通亲像假好的人摇头甲面，因为因故意互人互面歹看，互爱互人看出因得禁者。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报赏。你有注意看到吼？对施舍、敬虔、祈祷，一直到这个禁者，拢耶稣同款的意思，毋通互人看见啦。你人讲禁者消散落吧，互人看见讲哦，这个人安尼真够禁安尼，毋通你的面吼安尼足憔悴茫互看到。意思讲你禁者的时吼，伊讲你头毛着抹油，面着洗，意思讲哇，颠倒。禁者的时候，人吼颠倒爱装头足清楚、足清爽就对啦。互人看袂出你咧禁者，只有互点点仔咧看的天父看见。安尼点点仔咧看，你的爸会赏赐你。兄弟姊妹，你有看到这段经文内底吼，点点仔咧看，点点仔咧祈祷，点点仔咧做，迄个点点仔看，点点仔做，点点仔赏赐，看偌侪句啊！你若甲读落去吼，点点仔，点点仔，点点仔意思讲吼，拢无声无息啦，不着痕迹的啦。上帝报赏就来，兄弟姊妹，你是爱得到这个点点得到的呢，还是大声喊话拢得袂到呢？兄弟姊妹，咱大家做伙最后做思考讲，禁者是甚物呢？咱教会吼，一年有举办2遍的禁者呢，一遍是咱这个耶稣受难进前的40日的禁者祈祷，咱有一个团体活动啦吼，你禁这顿，我禁迄顿安尼，有时咱要伫迄个。圣诞节前，咱嘛有一个21日的祈祷吼，迄拢是一个连锁祷告就对啦。这祈祷的意思是咧讲，禁者是一个刻苦家己的训练啦，伫上帝面前吼，来谦卑落来，谦卑落来。所以刻苦操练，甲是上帝面前谦卑是同意思的。你愿意禁者是，毋是讲你有偌高动，你的身体偌好，有时咱嘛会甲咱的长辈讲，你若你身体的关系吼，你糖分的关系，你袂使禁食吼，嘛袂要紧。所以共款意思讲，你有谦卑的态度较重要就对啦。所以禁食嘛会当表示讲咱对罪的哀伤的意思。第一是谦卑，第二是对家己的罪的哀伤吼，伫上帝面前伊忏悔的意思。所以当咱需要到上帝面前寻求特别的指示。会当将家己的食物
甲其他互咱分心的物件来转移，单单来追求。意思讲，我通过禁食，无爱互食物来引诱，我专心要祈祷上帝，用这个来表达对上帝的敬虔，也是讲对上帝的恳求吼。所以禁食另外一个意思吼，就是讲我若禁食是毋是我的钱会省起来？禁食的钱项省起来，是要分互遐个枵喙大的人，嘛是种尽济的意思。你将食物会欠起来的钱去帮衬别人。所以以赛亚58章67到70这段话主甲你甲咱讲，我所爱的禁食是安尼，透开无公正的锁链，加长白重担的锁。讲减是恁甲枵餓的分享食物。接待无家可归的善车人去领导，意思讲禁食嘛是另外一种自善的行为，这是耶稣或是迄圣经旧约以赛亚对咱所讲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对今仔日所分享这三段的经赞吼，这三段一段是敬虔甲行好，第二段是祈祷，第三段是咱的禁食。耶稣一个重要的指示就是讲。你毋是试过去报扬，互人知，因为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当你甲上帝的关系有清楚、有细正的时阵，你所得到的快乐会比讲互人知影，甲你拍摩更较要紧。所以当人无需要人的掌声，只有需要上帝的肯定，咱的信仰会迄程度就起来。所以咱嘛有定一句话讲，咱来注神看耶稣，毋是为着世间。暂时的这个光彩，也是暂时的掌声，因为上帝要纪念你。所以兄弟姊妹，禁食毋是为着要广告家己，是为着要操练家己；毋是为着得到好名声，是要伫上帝面前表现你的谦卑，而且对别人的需要有关心到。咱主要说比较这两种的敬虔，法利赛人的敬虔是要展示、要讲表演，还是讲要甲人宣传。是骄傲所推动的，要得到人的称赞。但基督徒的敬虔是甚物？是暗中在进行，由谦卑来推动的，是要得到上帝的奖赏。兄弟姊妹，愿咱对这个基督徒的信仰行为，进前咱所学习的是道德行为。今仔日咱所看的这几项，拢是信仰甲上帝的关系。安怎伫稳捌的中间得到上大的喜乐？这是咱一直所要学习的。兄弟姊妹，下面咱要来吟修诗歌吼，然后呢，咱要为着咱的主日学的老师因要举行这个主日学夏令营，咱请咧吟诗的中间，这个主日学的老师有代表啦、校长，这个咱到头前准备吼，然后到头前咱要请咱的校长甲咱报告这个夏令营的时间，然后咱大家祝福的祈祷吼，咱三个来吟首诗歌。圣诗吼，这首是咱台湾的牧师吼，第二个牧师所写的吼。咱迄个乐曲是这个日本的作曲家所写的。咱若不晓唱，对牧师来唱，也是讲来看这个字吼。咱请主日老师准备。加利利，加利利，清净无比，凉风地吹秋季，耶稣他宣布福音，上帝国要来临。过2000年现在，有你天国进来，愿你实现的旨意，地地亲像地天。第二站，面对真艰难日子。爱上可贵迷失，体验救主的身边，无辜为比前
三十，正是基督话。咱水老师来头前好无？准备啊！有代表拢来头前哈。别万分拢消散，和平仁爱满满。真的现在有你先高进来，愿你是眼里记忆，你被亲像第天。好，这是代表呢，因为主要的学生吼，还佫有伫地下室，佫老师嘛伫遐，站中间一点没关系。咱先请校长吼，甲咱报告，咱即几个代表伫遮啦吼。咱的主一路咱今年要举行的主题是我是媒体小达人。咱请龚一凤校长甲咱报告，咱等下做伙来甲因做车牌祝福祈祷。好，大家兄，这平安。平安。歹势吼，国语就台语就歹吼。不要紧，华语好。很感谢大家教会的兄姐们的扶持跟带导。今年我们的夏令营一共有38位学生报名，其中有19名是我们主日学的学生，然后他教会的有6名，还有来自非基督的家庭有13位。那我们的同工约大概有40人，主日学的老师有14名，提摩太的学生有24左右。另外康拿小组有2位姐妹，还有一个有从国外回来的同工，这样子哈。池田哦，池田也就一个。另外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以赛亚牧区的熊架访问猪架告警过来啦哈。所以以赛亚牧区的，我要请你做伙起来，来以赛亚牧区的来麻烦你做伙起来。来，水老牧区嘛来，伊要款假的，要来款假的吼。边仔拢会使徛，拢会使吼。对，在短短的3天的时间，能够透过游戏、对话、戏剧、好吃的食物，还有温暖的陪伴跟等待孩子，让耶稣走进这些小学生的心里面，日后能够成为他们的朋友。那接下来这几天更需要大家为我们祷告，求神赐下智慧、谋略、聪明、能力的灵，还有够用的体力，特别是神的爱跟我们每一个同工们、大小同工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个同工的心生活保守。谢谢大家。好，谢谢校长的报告哈。这个时阵，我要请咱兄弟吼，举起你祝福的手，好无？来举起你的手这个所有的老师这个同工，这个义工牧师带咱做祝福的祈祷，咱只是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每一年的暑假是侪小朋友所期待夏令营伫逐间教会拢咧举办。阮感谢主富强教会要伫7月16到19 4日的时间，我们要伫教会来举行夏令营媒体小达人，是要带这细囝伫现代这个影音媒体遐尼丰富充斥的中间，来看见上帝你的疼，也用这个来成做传福音的器具，也是怎样主动做伫影音顶面对阮的这个影响，甚至是无好的影响。非上帝，阮感谢你伫主日落这个兄弟姊妹同工，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助教，无论是后勤饮食各方面，感谢你，互因有真水的筹备。这个阵容非常的坚强，要伫这4天的时间来引带这个细囝，特别有真侪社区的小朋友，愿上帝的亲自甲因同在，互因这个营会成做一个荣耀主的营会，得到祝福的营会。特别这个细囝来到这个中间，一切拢顺遂平安，无论是交通还是教室的天气，拢求上帝亲自甲阮带领保守。阮这个老师伫服侍的中间，是关怀细囝的中间，得到最上帝对天顶来恩典甲保守，特别有水的操练，特别这青少年因参与伫这个教学的中间，会当家己也从当时得到成长。阮也大家兄弟姊妹愿意伫这段时间，大家守望祈祷，愿主亲自保守，这个营会顺遂成功，荣耀主你的圣名，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老师甲同学，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咱泡泡甲因鼓励一下好无？好，请回座。啊，咱这个阵容真大吼，啊，咱若有机会会当伫这几天来教会行看看咧吼。啊，毋过比较奉献进前，牧师要招咱做另外一个公道吼，一个公道。啊，这个公道就是要为着咱50禧年吼最高峰教啊。咱自2年前就开始讲，明年后年要举办50禧年。啊，咱伫年初讲几个月后要来举行50禧年的感恩礼拜。啊，今仔咱讲搁几日后啦，无搁几个月啊。啊，所以我要招咱大家为着这事来祈祷吼。啊，咱会当用音乐来进行。咱有要伫7月初7、初8、初9 3日，邀请刘子俊，吼，一个少年的真优秀的牧师，啊，对青年真有好的勉励吼。伊要来遮做培灵会，而且咱教会要伫8月初9下晡3點開始舉行音樂感恩禮拜，要伫文化中心。伫迄暗6點，要伫即個長隆酒店來舉行一個800幾個8、90度的一個聯合的感恩的餐會。但是伫時間愈近，咱愈感覺咱愛謙卑，求上帝甲咱保守。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念過這大多數項，啊，咱做伙來祈禱。第一項，咱求聖神扶持眷顧，來堵住破口，阻擋遐惡者的攻擊。有時魔鬼無愛咱吼，安尼足歡喜訛樂慶祝，伊要甲咱破壞。求上帝甲咱保守，互咱一切事工推動攏順遂。第二，為了8月初7到初9，劉子日牧師的培靈造就會，眾人攏佇着造就來祈禱。第三，為了聖歌隊甲管弦樂團要練習金希文教授伊寫的50禧年的紀念歌詩篇65，互因順序練習，讓順利完成來祈禱。第四，咱為了感恩禮拜，各項的會友來賓順利參加，咱要布置文化中心是咱的這個飯店，一切攏布置順序，流程攏順序來完成，榮耀主的名。咱為着迄個感恩餐會8、9、100個要食飯吼，咱求主保守，互飯店所準備的食材，伊煮的過程攏新鮮、真安穩、健康、衛生，節目安排攏真順遂。第六，為着慶典氣候安穩，來賓交通順利，文化中心甲長隆酒店的配合真舒適、真好勢。最後一項，咱為着全年度慶典的經費所需要，求上帝來供應，一切攏順遂。我這祈禱書嘛，放佇祈禱內容放佇週報內底。咱照咱的感動吼，牧師閣轉來佇頭前夜，咱大家為着這事，咱無論安靜開聲，為着這事來祈禱，咱做伙來祈禱。主啊，上帝感謝你恩典甲保守，聖神做工，求上帝的親自舉起你權能的手，你來壓制一切的阻擋，一切的驕傲，一切的魔鬼的攪擾，互阮逐項事攏真正。阮的上帝，你的祝福大大開力佇阮中間，阮求主來保守，互阮佇各方面復興的造就會攏得到大力，得到造就，為着阮這個感恩禮拜所有的流程順序來祈禱，為着感恩的飯食平安健康來祈禱，為着慶典較以後安穩來祈禱，為着慶典所需要經費來祈禱，願上帝的親自扶持看顧，引帶甲保守，阮大家攏有份，領受這款屬靈的祝福，阮甲你感謝，感謝到你。主阮的上帝，阮謙卑佇你面前懇求，是因阮迎接50禧年，是難得阮人生佇信仰中面真重要的時刻。阮佇也無一個月時間，就要來迎接阮的周年慶。主啊，阮用最濟的時間來籌備，無論是各種的聚會、研討會、各種的慶祝活動，阮無毋是為着要領受上帝恩典來獻上感恩，所以阮恭敬將這個祈禱事項交託佇上帝你的面前，無論是靈修造就，無論是聖歌裡所要吟的紀念詩歌詩篇65篇，阮為着各種的聽書順序來進行來祈禱，
为着餐厅所备办的食食会当卫生健康真顺序来祈祷；为着气候会当真好势，来宾交通顺序到中间，文化中心甲中央酒店会配合拢真顺序来祈祷；为着全年阮庆典所需要的经费来祈祷，求你帮赞赏赐，互阮无地够欠缺。父上帝，是令阮知影，当阮的努力，阮要为着荣耀主的时阵，魔鬼的确伫迄个所在咧阻挡，伫个所在无欢喜。阮求主你伸出你圣手，你来阻挡，你来拍破这个魔鬼的关系、黑暗的关系，互伊无干扰着所有一切的筹备、一切的礼典的进行。奉你来祝福每一位筹备的同工兄弟姊妹，荣耀稳定拢对上帝所来。愿上帝你的祝福满满伫阮中间，恭敬交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咱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咱做伙来读即个月的金句。来，咱读两解白来。上主赐快乐，互伊的子民；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诗篇29篇11节，搁一解。上主赐快乐，互伊的子民；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诗篇29篇11节。请看周报第2页。后礼拜书会是张子兰执事，其他的服侍同工请家己来注意。个人奉献的明细伫第7页甲第8页，若是有问题，请找财务组的同工来处理。请掀开第5页，咱看第8点。本会定9月6号开始推动第9期的幸福小组，也是福音地会。希望牧区小组会使来举办。那会记个幸福小组甲即个福音地会嘛是属灵的精神，所以咱爱好好记
祈祷来备办心，由信心来动工。第10点，其他消息。第2点是今仔日爱心午餐暂停。第3点，若是还未去领50周年纪念 T 恤，请你伫第1堂礼拜了后到2楼会议室领取。第5点，手操运动8幅，今天截止，所以请把握时间。其他有关50迄年的曙光的报告，咱请校务处来详细跟大家说明。谢谢。三言只是讲吼，50迄年牧师拢爱阁报告一遍，伊讲规矩互我报告，安尼吼，较免重复啦吼。啊，真正足重要，爱牧师爱报告。我先来介绍新朋友，有一位谢丽文姊妹伫咱中间，咱欢迎伊好无？拍拍欢迎伊来啊，谢姊妹欢迎你。啊，我看到伊写讲伊是台中啦，台中东营教会的会友吼。啊，拄则礼拜前我有甲伊请教，讲伊最近有搬来伫咱即个崇善东路遮吼，欢迎你来参加吼。啊，诚侪咱富强教会的一份子，欢迎你，多谢，请坐，请坐。啊，拄则即个善人执事报告讲要领迄个 T 恤吼，因为咱剩小款，啊，若去2楼吼，颠倒较无方便。伊即马讲甲迄个 T 恤拢放咧1楼啊，你若还未领，赶紧去领，因为咱若领了吼，有剩要搁继续，有人搁要买，当买哦吼。所以嘛有人讲，可能伊穿的 size 无啥哈，想要换。啊，你若无领吼，无领去，啊，剩的就袂当叮当啊吼。这点请大家赶紧啊，毋通钱交去，啊，拢无领衫，互人足侪，咱的兄弟拢穿啊足水，拢穿出来安尼吼。第二真重要哦，咱有一项纪念品吼，是要用义卖，毋是要送的。啊，甲衫共款啦吼。咱有一个足水的迄个马克杯，啊，顶礼拜咱无送2个港元有无吼？送即个游牧诗音啊，啊，迄杯啊足水啊，迄真讨喜吼，金色的，箍伫迄个杯啊顶悬，啊，一袋150块。啊，你若讲买转去做恁兜的迄个招待人客啊，家己使用真好。啊，所以若有需要，咱来楼骹吼啊，其他我要报告的是，拄则咱大道中已经报告了，主要是要提醒的，就是讲，咱媒体小达人这个夏令营吼，咱伫拜六伊要有一个叫做算讲成果展示啦。啊，咱要请长老，那你迄个时间会使，拜六下晡3点半以后有闲会让来参观这细囝的表演。啊，而且到时咱拢会为着细囝来祝福，换手祝福。那长老会使吼，会使，咱欢迎拢来做伙来。第二就是讲，咱等下要开50迄年的委员会哦吼，1点就要来开。后礼拜咱要开定期小会安尼。啊，咱这50迄年的事工，咱已经有报告了，咱就无重复。主要是咱搁想要提醒，咱的教会吼，对年初到现在推动的圣工拢非常的顺遂，感谢主。足侪兄弟投入吼，啊嘛，得着正教会来参加拢真懊恼啦，讲啊，恁真认真准备，啊嘛真慷慨啊，拢免费互咱来参加吼。咱毋是搁请伊食便当咧吼，咱是讲啊，咱的教会有即个恩典，啊，咱分享互正教会，啊嘛，互因知影讲，咱领受即款的祝福，我要甲恁做伙欢喜。但是，因为每场事工拢需要经费啦，啊，所以咱预定要伫过来这1、2礼拜中间，有要业一个奉献地50迄年的事工的奉献地。我鼓励兄弟，咱大家备办心吼，咱做伙继续为着50迄年的事工，同庆祝。啊，咱所欠的经费来做奉献，吼，来做奉献。啊，这点到时咱会阁做这个报告，安尼吼。啊，咱也鼓励咱兄弟伫8月16有要洗礼式，啊，望讲会当较侪人来报名。咱现在已经有7、8位报名参加，吼，来参加。啊，最后一项要讲的就是讲，咱7月25后礼拜六要举行这大摒扫，对5楼一直到1楼这栋大楼要摒扫。啊，咱的委员长啦，要来安排吼，安排这负责的单位。啊，咱需要有人志工来参加啊。所以兄弟姐妹，7月25早起9点，啊，咱拢爱来教会集合吼。啊，咱需要炸什么物件、清扫用品吼，
咱后礼拜周会报个详细，啊，看倒一个单位要负责倒一个所在，咱会请委员长老甲咱做清楚的报告吼。这点请大家来用心来配合啦吼。好，啊，咱请甲迄程序迄个投影片放伫咧后壁面吼。咱有一个小小的报告，佮补充一个啦吼。就是咱太白短宣吼，真侪人足踊跃哦吼，迄有爱自费哦吼，啊，因足侪人踊跃要参加，啊，咱若有无清楚、无了解要问的，咱赶紧来甲咱的即个甲咱的即个李委执事，也是讲咱的詹牧师问吼，啊，这是咱报名吼，应该差不多要截止啊啦。佫一个超8号的，咱今仔日都爱交吼，你若还未超好的，今爱交，明仔载咱就要送件啊去公布社。这是8号吼，这苏老师写的吼，用毛笔吼，啊，咱若有写，赶紧今仔交来吼，用暗交来嘛袂要紧，牧师伫厝哈。摕来交拢会使。啊，佫一个吼，有看到即个无？即个拄则食牧师讲有人捡到一个足水的别针呢。啊，讲伫咱互你的哦，安尼找着啊，安尼好啊。啊，你看啊有看到较好。啊，我是讲即个毋是路边摊的哦，即个吼真贵气的呢。若无去就麻烦。啊，可能迄若别无好势落去，啊，等下伫头前咱睇啊，吼，伫牧师遮吼，安尼好。嘿，啊，即水水啊，互大家看者嘛袂歹啊。好啊。兄弟姊妹，咱吼今仔日因为风台的关系，咱中昼无食中昼哦吼，啊，可能咖啡厅有开啦吼，咖啡有开啦吼，好，安尼好，咱来做结束。上营会众请起立，吟圣诗第399首，吟诗煞请夏牧师祝祷。主大仁爱，应添你心内。主的甜美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应更变就你，应主必关爱你。诚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夫妻印刷相通，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世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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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请坐密道来闭会。